多謝主席。咁啊，開宗明義咧，我都係要支持呢條例嘅。咁啊，通過條例咧，其實既悲且喜嘅。咁啊，你話好處，咁當然係因為喺如果特區政府或者市民有啲需要嘅話咧，可以通過一個比較簡單嘅方式，可以做到一啲唔使真係填晒個海，或者係淨係可以喺水面上面可以做呢啲板道，俾香港嘅市民咧能夠更加暢達。咁但係咧，即係喺過去咁多年裏面，對於水上嘅使用以及行業上面之間嘅矛盾咧，其實海上嘅持份者咧，可能同發聲嘅渠道真係唔多。咁喺呢個議會裏面咧，有好多嘅政黨都會去。今日我都聽晒個辯論啦，就話：啱啱啊，郭偉強都講啦，一氣呵成啊，港島北個終於可以打通啦。但係究竟大家有冇諗過喺海上嘅持份者能唔能夠用到海濱呢？我過去好多年以嚟咧，係為咗海上嘅持份者去奔走，去睇下佢哋有冇辦法可以用到更方便咁用到公共資源。好簡單嘅兩樣嘢，一個就係佢可以好安全咁樣上落。林鄭月娥做特首嘅時候，我能夠提問嘅第一次提問大會，佢應承咗我哋翻去跟，到今日都係未有嘅。第二就係攞食水、淡水咁簡單啫。我行過大澳、長洲、大埔、柴灣、香港仔，其實仲多到數不勝數啦。原來有好多地咧都俾大家劃咗做休憩用地。我要起部水機係好難嘅，原來冇空間。就算喺西九文化區建立嘅時候，隔離有一個叫做油麻地避風塘，其實嗰度都係維港啊，係咪先？夾住嗰塊地，你攞嚟起狗公園都唔俾做海洋，即係海上一啲嘅設施，俾狗。我唔係話對狗或者係寵物有意見。但係我建議特區政府咧，要喺產業嘅發展、海上持份者嘅需要，俾多少少同情心。就算今次條例通過咗，無論係咪0.8公頃以下，或者係你嘅諮詢期5個月，程序簡單咗好多。你要一班相對散戶去提出呢啲咁嘅申請，係仍然都係緣木求魚。到最終你要去推動佢哋能夠使用到呢啲設施，一定要特區政府自己係要睇得到。但係我哋明白嘅，咁你議會又好啊，特區政府咧係以大多數人嘅利益，或者係我都難聽啲講句，有時就係人多嗰邊都係惡啲嘅。咁所以我覺得民主嘅真係社會能夠和諧，係少數真係要服從多數。但係多數亦都要尊重少數。就算我喺前面龍漢杯議員一陣間都發言嘅，地產商都屬於少數，不過你錢多啲。咁所以你哋都仲有可以有發聲嘅空間。但係海上持份者其中包括我哋漁民，要攞個地方上水真係好困難。我俾一個例子，避風塘裏邊就係一個最極端嘅例子嚟㗎啦。長洲有個冰廠，如果我要攞冰嘅話，製完冰之後咧，就落藍色嘅桶，然後要推大概1分鐘，攞手推車啊，逐桶啊，推到去海邊，再攞部吊機吊上隻漁船嗰度。但係如果我哋喺規劃嗰度做好啲，係咪可以喺海邊嗰度直接做間廠咧？你做規劃嘅時候唔使真係一氣呵成啊，留翻啲咁多位，你跑步繞一繞喺後面得唔得啊？令到海上嘅持份者或者產業得以平衡發展，我就係一個好少少嘅要求。咁所以就算好似講翻唔好講到長洲啊，就講到好似我哋嘅維港裏面咁嘅呢條例啊，你話要做遊艇會，遊艇會劃咗俾佢之後，佢水上面啲浮橋咧，令到遊艇嘅船家或者係持有者出海嘅時候，佢真係有條浮橋可以行上去嘅。但係你去長洲又好啊，或者柴灣、筲箕灣嘅漁民，佢點樣上去啊？佢點樣上隻船啊？靠一啲非法嘅環水道。今日我都不諱言喺度再講一次，係非法嘅環水道，冒住跌落水嘅危險，爬去一隻唔係佢嘅船嘅上面，再橫跨10幾隻船，爬去佢自己嘅艇嗰度，先可以行出海打魚。咁有時以前啦，
以前我都笑我自己啲黨友嘅，記唔記得阿代主席我哋成日講嘅人人暢道，記唔記得？人人暢道，做好啲樓梯電梯俾啲香港市民。啲老人家好慘㗎，60幾歲踩樓梯上去啊！我哋80歲都仲要爬欄杆啦，我自己喺度笑，爬完欄杆仲要行環水道出到海，仲要爬10隻船，仲要唔係我冇保險嘅喎。每年我落長洲開會、香港仔開會、筲箕灣開會，有幾個人總係紮住隻手同我去開會啊！唔好意思啊，議員有仆親，整親隻手。跟住我話：咁你使唔使去做啲幫你下你手啊？冇啦，習慣咗啦。人就係咁良善，太良善咧，可能真係喺社會上面得唔到太多嘅資源。所以我講到明㗎啦，今日我係嚟借題發揮，希望發展局唔好喺呢啲集中講翻呢條條例草案。我哋條例草案嚟㗎，你而家係簡單咗嗰個申請，但係我冇辦法享用到啊嘛。咁但係我一定要講就係話，特區政府咧係喺做一啲配套嘅時候咧，主動少少。就算我哋提訴求嘅時候咧，我同以前嘅生態局嘅前身食衞局傾過，生態局嗰陣時係食衞局，食衞局就係發展局嘅問題。食衞嗰個問題咧，話呢啲咁嘅海上嘅設施咧，就可能要去當時嘅物流局嘅前身運房局。運房局啊，梗係冇人理你㗎啦！我梗係搞第三跑又剩又去航運嗰啲咁嘅嘢啦。我啲小漁民船上面海上持份者，你要一個碼頭好困難。到最終全香港包括維港都好啦，都要等好多年先至起到一啲嘅碼頭嘅翻新，因為政府喺排工程嘅時候又要計使用量，一啲好舊小漁村嘅碼頭仍然都係排唔到，到最後靠1億工程起翻出嚟。咁所以我認為特區政府咧喺社會資源分配嗰方面，俾多少少同情心，能夠社會裏面咧共享富貴、共享榮華，社會先能夠平衡。多謝主席。